小王子爬上一座悬山，到即马为止，伊唯一所熟悉的山，就是甲伊骹头有爬悬的迄3座火山。伊将迄座死的火山当作是椅头啊！为遐尼悬的山，我眼一下就看会到规粒行星甲所有的人。伊心内想，毋过伊干那看到几落大岩石尖尖的石头山。五早，伊无止无语喊出来。五早，五早，五早！回声甲伊应。你是啥人？小王子问。你是啥人？你是啥人？你是啥人？回声甲伊应。你做我的朋友好无？我真孤单。伊讲。我真孤单，我真孤单，我真孤单。回声甲伊应。这粒行星有影趣味。伊心内想。伊看起来大壳壳，又搁尖又搁夹，遮的人嘛无啥会晓变巧。人讲啥，因就对人讲啥。阮厝里有一蕊花，伊逐摆拢要摒头一个讲。